你係有女朋友？咁啊，梗係貴啊，冇其他妹仔嘅啦。我最中意佢哦。問題你係唔中意嘅，乜該打扮哦？時髦啊，你唔懂的了。你敢黑俺女朋友，又没眼女朋友，赶紧买书哦。唔多謝，幫我咋打起來都唔容易。现在什么年代啦？谈恋爱还要听父母的吗？现在是新社会，我们是新人类，我们要恋爱自由，婚姻自主。你以为你那个年代啊，媒婆一带，父母一做，然后就结婚了，最后娶的跟嫁的都不是自己喜欢的。我看我妈就不喜欢你，不然她怎么会老是打你骂你呢？不你技巧啊，都要個人愛就好咯，你悶氣啊咋？试试就试试，你自己有老婆就好啊，我也想娶老婆啊。你叫他開，叫他做呀，然後他好出來，我讓女朋友哦，毛都冇條啊，做呀你就要做5包出嚟哦。哼，你就在那里做阿公啊！跳兒子，那就做出你。抖音。